各位小小探險家，歡迎返嚟科學探險號。上集講到，我哋衝入光纖內部，發現光纖原來係利用光傳送數據，而光仲可以透過全內反射喺光纖入面不斷向前衝。正當我哋準備離開嘅時候，銅線同光纖竟然發生爭執。究竟光纖係咪真係可以打敗銅線？各位小小探險家，坐穩啦！光纖大戰銅電線正式開始。第一場比賽，數據高速公路大戰，預備3、2、1，出發！電子小精靈立即喺銅線入面向前衝，另一邊光纖入面嘅光亦咻一聲向前飛。你可能會問，光係全宇宙跑得最快嘅嘢，咁光纖傳送數據係咪一定快過銅線好多？呢個問題就冇表面睇落咁簡單啦。光喺真空入面，每秒鐘可以行大約30萬公里，即係1秒鐘之內，差唔多可以繞地球7個半圈。當光進入光纖之後，速度會慢一啲，但仍然非常驚人。不過銅線入面嘅電信號傳播速度其實都非常快，所以喺非常短嘅距離入面，唔可以單靠光跑得快就話光纖一定完全勝出。光纖真正厲害嘅地方係可以同時傳送非常大量嘅數據。大家可以將銅線想象成一條普通公路，公路上面有好多架車，當車越來越多，就可能會開始塞車，而光纖就好似一條超級巨型高速公路，可以同時容納大量數據飛快通過，甚至可以利用唔同顏色嘅光同一時間運送多組數據，就好似喺同一條高速公路上面開設好多條互不阻塞嘅快線。AI 數據中心入面有成千上萬粒晶片，需要不停交換資料。一粒晶片將資料傳俾另一粒晶片，另一粒晶片又要將答案傳去其他地方，數據多到好似海嘯咁，所以傳送大量數據正正就係光纖最擅長嘅工作。第一場比賽，光纖勝出。第二場比賽，長途大賽，銅線同光纖要將數據傳送去一個非常遙遠嘅數據中心。出發！一開始，銅線同光纖都順利向前，但係行咗一段距離之後，銅線入面嘅電信號開始越來越弱。原來電信號喺銅線入面傳送嘅時候，會慢慢損失能量，距離越遠，信號就可能變得越弱，所以傳送非常遙遠嘅距離時，中途可能需要設備幫手處理，或者重新加強信號。但係光纖呢，咻，繼續向前，因為光纖傳送數據時，信號損失可以非常低，所以特別適合長距離傳送大量數據。銅線喺後面大叫：等等我呀！第二場比賽又係光纖勝出。第三場比賽，干擾大戰。突然間，音效附近出現強大嘅電磁干擾，銅線入面嘅電子小精靈立即開始混亂，信號亂晒啦。原來附近嘅大型機器、電線同電子設備都可能產生電磁干擾，影響銅線傳送信號。當然，工程師可以利用屏蔽層同其他設計保護銅線唔好受到太大干擾。但係大家再望下光纖，光纖繼續安安靜靜咁向前衝，完全冇事。點解？因為光纖傳送嘅係光，而唔係電流，所以一般嘅電磁干擾並唔會好似影響銅線咁影響光纖。第三場比賽，光纖再次勝出。
咁即係銅輸晒，以後 AI 數據中心唔需要銅啦。咁又唔係，大家仲記唔記得上集講過 AI 數據中心除咗需要傳送數據，仲需要一樣非常重要嘅嘢，就係電力。光纖雖然可以高速傳送大量數據，但係普通光纖並唔負責將大量電力送去 AI 晶片，要支撐成千上萬部伺服器同 AI 晶片運作，就需要非常強大嘅供電系統。而呢個時候，銅就再次出場，粗壯嘅銅電纜負責將大量電力送入數據中心。伺服器入面需要銅，電路板需要銅，晶片附近嘅供電系統需要銅，散熱設備亦可能大量使用銅，而且喺距離比較短、設備成本、安裝方便程度同輸送電力方面，銅仍然有自己嘅優勢。所以光纖雖然搶走咗一部分傳送數據嘅工作，但係佢並冇完全取代銅。原來所謂光進銅退，並唔係話光纖會將銅消滅，而係當數據越來越多，距離越來越遠，光纖就會負責更多高速數據傳輸工作。至於輸送電力、短距離連接同散熱等工作，銅仍然非常重要。原來銅同光纖佢哋根本唔係敵人，而係 AI 世界入面嘅最佳拍檔。銅負責送電，光纖負責高速傳送大量數據，一個提供能量，一個傳遞信息，兩位超級英雄合作，先可以令巨大嘅 AI 數據中心高速運作。突然間，探險號雷達又探測到一位神秘英雄，佢喺生活中隨處可見。既可以係一粒普通嘅沙，又可以變成透明嘅玻璃，竟然仲係 AI 世界非常重要嘅一部分。究竟佢有咩神奇力量？我哋下一次任務再去探索。今日冒險結束之前，我哋嚟個任務回顧，請大家選出正確答案。第一題，光纖其中一個重要優點係咩？ A 可以傳送大量數據。B 可以產生電力。C 可以幫晶片煮飯。5, 4, 3, 2, 1, 0。正確答案係 A， 光纖可以傳送非常大量嘅數據，所以非常適合 AI 數據中心使用。第二題，點解光纖適合長距離傳送數據？A因為光纖識得飛。B 因為信號損失比較低。C 因為光纖非常重。5, 4, 3, 2, 1, 0。正確答案係 B， 光纖傳送數據時信號損失比較低，所以適合長距離傳輸。第三題，點解光纖比較唔怕電磁干擾？A 因為光纖傳送嘅係光。B 因為光纖非常大力。C 因為光纖識得自己避開干擾。5, 4, 3, 2, 1, 0。正確答案係 A， 光纖利用光傳送數據，所以一般電磁干擾唔會好似影響銅線咁影響光纖。第四題，光進銅退係咪代表光纖會完全取代銅？ A 係，以後完全唔需要銅。B 唔係，光纖同銅各自負責唔同工作。C 係，因為光纖可以輸送所有電力。5, 4, 3, 2, 1, 0。正確答案係 B， 光纖擅長高速傳送大量數據，而銅仍然負責輸送電力、短距離連接同散熱等重要工作。第五題，喺 AI 數據中心入面，銅同光纖其實係咩關係？ A
永遠嘅敵人。B 完全冇關係。C 各自發揮優點嘅最佳拍檔。 5, 4, 3, 2, 1, 0. 正確答案係 C， 銅負責輸送電力同其他重要工作，而光纖就負責高速傳送大量數據，兩者合作先可以令 AI 數據中心高速運作。今日嘅探險圓滿完成，下一集我哋會去探索生活中隨處可見但又藏住高科技秘密嘅玻璃。如果你鍾意科學探險號，記得撳 like、訂閱頻道，仲要開啟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下一次探險。我係星際博士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